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要和大家小解的主题是大饭店讲台语。大饭店啊，是一件真享受的代志啊！迄住伫饭店内面啊，好好啊享受饭店的设施，食一顿好料的，佮困伫软软的碰床顶面啊！讲要有偌享受，就偌享受啊！那安尼啊，住饭店的时，咱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安怎才会当甲柜台人员沟通，通得到咱需要的信息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大家分享相关的句型。咱若去饭店 check in 的时，柜台的服务人员一般会问咱讲啊，敢有先订房间、电话大名和号码是？这时啊，咱只要报咱的名、报咱的定位号码，佮甲证件，也是甲 app 的资料直接互柜台的服务人员看。安尼啊，咱就会当完成 check in 的点数咯。一般啊，若是 check in 好势了后，咱拢会问柜台几个问题，像讲啊，明仔载几点会当食早顿？伫倒位食？佮有房间内面敢有 WiFi？ 敢需要密码？啊，若是需要用到饭店内面的游乐设施啊，咱会甲问柜台讲，恁的游泳池、温泉、健身房、交易厅开到几点？安尼啊，咱得到咱需要的信息了后，就会当啊稳心啊住入去咯。啊，若要退房的时阵呢，若讲到退房啊，饭店一般拢是早起11点退房啊，所以咱会当较早起来咧，早顿食好饱，物件款款的，才去大厅退房。退房的时阵啊，咱只要甲柜台讲，后早我要退房，佮甲房间卡交互柜台的人员。安尼就会使哦，真简单啊！有一种情形是咱退房了后，咱要先去别位佚佗。这时啊，咱会当甲柜台人员讲，敢会当先甲行李架伫遮，较晚才来摕。一般啊，柜台拢会互咱寄行李，佮唔免收钱啊。只是啊，观众朋友一定要会记哩时间好转来摕哦。复习，敢有先订房间？电话的大名和号码是？明仔载几点会当食早顿？伫倒位食？房间内底敢有 WiFi？ 敢需要密码？恁的游泳池、温泉、健身房、交易厅开到几点？后早我要退房，敢会当先甲行李寄伫遮？较晚才来摕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住饭店讲台语是毋是方便佮简单呢？后回出去佚佗的时，就会当试看卖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